唔少人都中意喺屯門三聖村食海鮮，唔知大家嚟到呢度嗰陣，有冇順便去三聖廟同青山灣行下？又有冇聽過關於三聖麒麟石嘅都市傳說？屯門三聖廟喺1921年建成，廟入邊供奉住儒釋道三教嘅先師。喺日佔時期，相傳日軍曾經打算抬走三聖廟嘅銅鐘，用咗去做軍火，但據講無論士兵點樣搬，都冇辦法將個銅鐘移動分毫，最終只能放棄。信眾都認為係神靈保護。同三聖廟一樣獲得神靈庇佑嘅，仲有依家放喺麒麟崗公園嘅麒麟石。麒麟石係一塊高大約3米、闊2米幾嘅巨石。根據介紹，屯門三聖墟村未填海之前，佢嘅海岸線就係以呢一塊石頭為界。政府立呢一塊石頭喺呢度，就係等遊客追憶舊日漁村，亦都象徵住屯門新市鎮嘅建設。不過有傳港英政府當年其實係無意保留麒麟石，只係每次打算將佢清走，都會發生怪事。其中喺1970年代，政府為咗擴建青山公路，要將青山灣岸邊嘅大石清走。本來一切進展順利，不過就喺工人準備爆破麒麟石嘅前一晚，所有人就突然病晒，工程被迫腰斬。而且怪事唔止發生過一次，一啲人為免觸怒靈石，唔敢再開工。後嚟政府將工程交俾另一間公司去處理，怪事再次發生。工人發現麒麟石喺爆破之後，唔單止毫無損傷，而且更加滲流出好似血液咁嘅紅色液體，令到佢哋非常之驚。當時社會議論紛紛，有人認為麒麟石係俾對岸老鼠洲嘅鼠精附體，民間開始出現咗保留靈石嘅聲音。有傳一位外籍高官堅持要將麒麟石炸毀，但喺工程前夕，佢個仔就喺一場交通意外中喪命，令到神石顯靈嘅講法甚囂塵上。最終政府讓步，將麒麟石保留咗喺麒麟崗公園，等青山公路繞過巨石而過。而麒麟石顯靈嘅都市傳說，亦都流傳到今日。